兩名犯罪嫌疑人喺辦公室襲擊咗民警之後，就跟住大隊伍離開咗辦公室，通過監區通道打開咗3個監室嘅房門。呢個時候，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喺監室門口等緊，成件事好明顯係早有預謀嘅。大門一開，所有人就從2個犯罪嫌疑人嘅手上接過鎖匙，嚟到下水道入口，逐一打開欄杆。呢班人好有秩序，20幾個犯罪嫌疑人逐一進入下水道，而且從內部關埋咗欄杆添。成個過程只係用咗12分鐘啫。而至此一片安靜，直到凌晨4點45分，秦少國帶埋武警衝到入第6監區。蕭文天話：我睇完之後非常疑惑，所有嘅呢啲漏洞都係因為黃小明臨時指揮錯誤而導致嘅。咁樣呢班犯罪嫌疑人又係點解會預知得到黃小明犯嘅錯誤呢？劉局長話：真係冇辦法唔懷疑噃，黃小明可能同呢班犯有啲勾當。蕭文天擰一擰頭話啦：黃小明呢個人我都仲係幾了解佢嘅，雖然通過呢件事可以睇出佢就冇咩本事，但係咁罪大惡極嘅罪行佢係唔敢做嘅。而且呢件事一旦發案，所有人都會去懷疑佢，佢又唔係傻嘅，做咁明顯嘅罪行。劉局長話：只不過召集看守人員，叫看守人員出所，總控室冇人，呢啲都係未知嘅噃。蕭文天皺起眉頭：總控室喺緊急嘅狀態之下會冇人，呢個喺制度被私自修改之後，可能會有好多人知。如果知道看守所所謂嘅定職定編，就知道喺緊急嘅狀態底下，總控民警就會去守通道閘門，咁監控就冇人睇住啦。呢層係可以解釋嘅，我哋嘅民警同埋了解內部情況嘅犯人都可能會知，但係召集看守出所呢？召集唔召集看守，對佢哋今次嘅越獄計劃查實係冇影響嘅。6監區就2個民警都受咗傷啦，其他監區民警亦都唔會過嚟。如果黃小明冇落命令馬上出所，咁佢哋亦都係有機會喺天光嘅時候，又或者揾其他藉口去出所嘅。話晒，只要所有人都行入咗下水道，咁就可以喺裏邊等。一旦2個人有機會出到去，佢哋就可以馬上走啦。劉局長話：從監控嚟睇呢，呢2個兇手係匿埋咗喺監控嘅死角嘅，似乎就係喺度等緊黃小明嘅命令。咁講明佢哋好有可能知道會有卡車嚟撞牆，製造混亂啊！呢點係肯定嘅啦。咁巧合嘅事一定係預謀，係裏應外合。技術部門負責人就話啦：只不過呢，我哋查過下嘅啦，呢22個人從入看守所之後，就冇1個人同外邊有過唔正常嘅聯繫，亦即係話呢，總策劃嘅人好可能係從入嚟之前就預謀好嘅啦。呢點就唔係咁好理解啦。一般人可能唔知道會入嚟，就算知道會入嚟，亦都唔至於之前就同外邊接應嘅人講好邊一日邊個時間點開始越獄計劃。呢點確實冇辦法解釋噃。劉局長點起一支煙，深深咁啜咗啖，跟住話：所以呢，呢單案仲有好多蹊蹺嘅地方。仲有一點我係諗唔通嘅，呢班人裏邊有個別可能會被判死刑，但係絕大多數嘅罪名都唔至於會重判嘅。7個涉嫌惡勢力犯罪嘅，我估亦都係5到10年之間嘅刑期。幾個故意傷害嘅，
最重都係7年啫，有2個甚至可能係緩刑。強姦罪嘅就5到10年，盜竊就更加輕啦。呢啲人應該知道，組織越獄又或者暴力越獄罪都係重罪，佢哋點解仲要鋌而走險呢？劉局長話，唯一嘅可能呢，就係呢一單越獄案嘅策劃者好識幫人洗腦啦。從呢20幾個人都可以蛇鼠一窩嚟睇，呢個人嘅心理戰功夫真係唔差。蕭文天話，從形式上嚟睇，最有可能係策劃者嘅就係嗰2個殺咗民警嘅人，唔係策劃者應該唔會咁容易被利用去殺人嘅。而且呢2個人好出乎意料，唔係嗰2個可能會被判死刑嘅人啊！唔係啊嘛？劉局長將民警辦公室裏邊嘅視頻截圖放大，睇清楚呢2個人嘅樣。蕭文天話，如果我冇睇錯，呢2個應該係涉嫌惡勢力犯罪嘅胡大同埋胡二，金剛飯店嘅老總，今年因為涉嫌惡勢力犯罪被捉咗入嚟。呢2個人雖然欺壓百姓，有好多犯罪行為嘅，但係到家時仲未查得到明確嘅殺人、販毒等等重要嘅罪證。劉局長就話啦，咁既然佢哋都唔會被重判，又點解要去殺人呢？仲要殺值守嘅民警添？可能係呢班暴發戶唔識得法律，以為自己今鋪要判死刑呢，所以就孤注一擲。佢哋係有組織犯罪，好有可能會具有洗腦嘅能力嘅。再加上佢哋個朵咁惡，其他人點夠膽唔服從啊？劉局長話，呢點係唯一可以解釋到全部嘅答案。佢哋混咗入嚟幾耐？一個看守所民警話，最長嘅係2個月，最短嘅就2個禮拜。咁短時間都會被洗腦，真係匪夷所思。呢2個黑社會老大係咪有可能喺被捉之前就留有後着呢？比如被捉之後1個月嘅夜晚，用重卡車去撞院牆之類嘅，而且呢仲要考慮我哋民警內部有問題。蕭文天話，呢個都真係冇辦法排除啊！以後指揮部嘅指令只有今日在場嘅人可以知，尤其是泄密指令，一定要注意。全場人冇出聲。蕭文天就繼續講啦，仲有一個問題係諗唔明嘅，黑社會老大自己出去咪得咯，就算要救啊，都係救自己嗰5個剩低嘅兄弟啫，唔至於將成個監區所有人都帶走啩。人越多風險越大，而且仲要幫佢哋洗腦，有呢個必要咩？佢放出咁多犯人嘅目的係乜嘢呢？係發展佢哋嘅勢力。全場人又唔出聲。蕭文天繼續話啦，案件搞唔清楚嘅問題太多啦，總結起上嚟就係點樣裏應外合，點樣了解看守所內部嘅漏洞，點樣幫全部人洗腦，同埋點解要放晒所有人出去。佢一拍台話，家事我落命令，第一，全市特警支隊、武警支隊抽調精幹力量，調集2000人，對看守所附近進行全面布控同埋搜查。第二，刑警支隊調集各責任區中隊精幹力量，對呢22人嘅詳細情況進行起底，並且對佢哋可能匿藏嘅地點進行排查。第三，技術中隊全員上線，對下水道、卡車、欄杆進行全面勘查，要揾到盡可能多嘅 DNA 同埋指紋，以備下一步提供法庭證據支持公訴。第四，其他技術力量動用全市交警、城管等等所有可以用到嘅監控，對涉案嘅22人人像進行甄別。總之，全力抓捕涉案嘅22人。總體原則係從重刑犯開始，從策劃者開始，
從社會危害性大嘅開始，限期係3個月。蕭文天亦都知道3個月嘅時間確實係短咗啲，只不過到咗呢個時候都冇辦法唔立低軍令狀啊。佢補充到話，為咗方便所有專案組成員認清每一個犯，家使後勤組馬上將呢22人嘅相以及每個人嘅資料做成鏈接，發到去每個民警嘅警務通手機。人數太多難以辨認，我哋家使為每個犯進行編號，冒充警察趁亂出所嘅係胡大同胡二，分別係 A 犯同 B 犯，其他犯人根據進入下水道嘅順序，依次編號從 C 犯到 V 犯，咁樣嘅稱呼簡單容易辨認，唔容易混淆。呢項工作要馬上完成，刻不容緩。我馬上去向省廳、市委、公安部匯報，3個月之內唔破案，唔捉獲所有嘅犯罪嫌疑人，我哋在座所有人引咎辭職，而且根據責任自請處分。軍令狀一落，所有人馬上去做嘢，都揸緊呢段寶貴嘅時間。而蕭文天坐喺張凳度，呢個時候時間已經過咗中午，佢呢一啲都唔覺肚餓，佢唔知道佢呢個專案總指揮點樣先至可以發揮到最大嘅作用啊！